请求阿基达原谅。后来请他们起来，然后到学校里面，然后他们才讲，他说我们是被收买的。如果就是说有人跟我们收买，要我们来抢学校，如果学校霸占了过来，那么学校的钱大家分。如果霸占不过来，他们会给我们一笔钱。可是我们知道我们错了，原来有一个年轻人，就是这一对父子的，这个爸爸他有2个儿子，一个就是跟着他来抢学校，一个就在加德满都读书。他说他在加德满都已经听到了，说他爸爸跟弟弟闯大祸，要来杀人。这段时间一直不断的要来杀阿基达，万一他造成大错的话，以后他们一定是一样不免要坐牢。所以他就赶快赶回来，赶回家，劝爸爸弟弟能够来忏悔，请求原谅。结果他们早上来了，真的天亮以前，一切化为平静。上天慈悲。那在米果这个地方，当时慢慢的学校盖起来了以后，学校变成很有名的一个什么？他们说让失踪的人回家，让疯掉的人变好，让坏人变好人。因为刚刚说的已经有14个团了，那这些强盗全部后来都被收服了，他们变成坏人都变好人，也都来求道。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学校是在强盗村。学校在强盗村，你知道有一天开法会，结果开法会的时候，人才看到200多个人全部负责人都一直笑。我说你们笑什么？他说田师你知道吗？他们全部都强盗嘞！我听了我也吓一跳，200多个都是强盗哦。他们跟我说强盗，我说强盗也有记号吗？他跟我说你们没有看到吗？田师他手上这里有蓝色的哦，有记号。我说强盗还有写记号，说我是强盗。他说没有，他们这一些人他们自己做一个记号，他们叫 Pass One，然后他跟我说田师小心你的东西都不要给他们看到，不然我怕他们看到你的东西，等一下会不见了。我说不会，他们来求道了。问题是语言不通，他们都讲印度文，那群全部都是印度人，然后老老少少也有女的。然后我说，他们都穿得很漂亮，他们不像强盗。他说，对呀，他们现在是已经改邪归正了啊，所以他们才敢说要来求道啊。所以我们学校是那个强盗村的村民这些工人，他们改邪归正以后来当学校建筑工人。这所学校是这些强盗盖起来的。当时这些强盗要洗心革面的时候，还跟后学讲，他说我们愿意我们不想再当强盗了，我们求了道，我们也改变了，我知道我们错了，可是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我们愿意来学校当工人，所以他们是当苦工学校是纯手工盖起来的，都是这样用背的、用爬的、用头顶着那个砖头跟石头的，这样子一砖一瓦把它砌上来的。就这些强盗呢，他们当时就祈求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要求，答应我一个要求？我说什么要求？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学校盖好了，就请就是送给我们1人1套衣服。他们要的很简单，一套那种台湾那种运动服。我那时候听到很感动，说没问题。等到去年还是前年学校落成的时候，学校高中部盖好了之后，然后我们点安师过来的时候，点安师台湾前线买了13套衣服，然后送给他们，然后就在颁发那个在校庆的时候，点安师颁发那个亲手颁发这13套衣服给这些强盗的时候，同学站在旁边真的哭了，很感动。为什么？因为这么小的一个东西就可以满足他们的心愿，这么微小的东西可以让一个人他改恶向善，这些太值得了。好，有很多人就是有个巴森达现在的副校长，他弟弟失踪7年，因为他求道以后他吃素，他爸爸不让巴森达吃素，然后爸爸就打他，在那个一个人家结婚的宴会上面把他抓出来，然后这样很大力的打给大家看，要他吃肉。结果巴森达求爸爸说：“爸爸，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唯有修道办道，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修道办道，我不能开斋破戒。”结果爸爸就跟他说：“除非你失踪的弟弟回来，不然
因为他爸爸是做那个什么，裸住，我们这里台湾有一种裸住哈，那裸住他们的习俗就是他卤煮就是要杀那个羊头，喝羊血，在庙里面，在德赛节的时候要负责杀羊头的。然后我没有人继承我这个职务，那你是大儿子，你要继承，你如果不继承，除非你弟弟回来，然后弟弟已经失踪了嘛，叫黑蒙达。后来没有想到他爸爸这样讲哦，他深达的诚心，他有一天他梦到仙佛跟他说你弟弟回来了，哇，他隔天一大早很开心的跟他家长说，然后大家都替他磕头，说感谢上天慈悲。才在磕头的时候接到电话了，他弟弟真的回来了，就是失踪了7年的弟弟回来。后来学校好几个都是这样子，失踪7年的、8年的，其实失踪9年的，已经都不见了哦。后来都陆陆续续回来，所以在外面很多人就说这个学校有电，它可以让坏人变好人，因为那些强盗一批来就变好人，一批来要都变好人，一共到现在第14批，全部都变好人了。所以他们说那个学校有电，现在有很多人在传说，很多强盗要来不敢来，为什么你知道吗？他们说我们去了就会被收服，而且他们确定会被收服，因为他们都看到那么多，没有一个逃过的。我说上天慈悲啊，天恩师德。然后有一个道亲，他们全家吃素，他妈妈已经19年精神好像被外灵侵占，就是神志不清19年了。然后有一天，他打电话说他妈妈，他说糟糕，天师，我妈妈下半身全部都不能动，而且非常痛，怎么办？那在半夜我们帮不了他，我就只能烧香磕头，然后早上一大早就赶到道亲家，结果赶到他家的时候去看他妈妈，他妈妈一直哭一直哭，然后去看医生都没有用，下半身很痛，可是又不能动，所以没办法哦，就去看他。去看他的时候就用手摸，结果手一摸到他的身体，他竟然抓着我的手说：“你不要动，你摸下去我好舒服哦。”结果这一摸到，从早上摸到傍晚5点，我都没有动，我一直要收回来，给我收回来。我也很急，然后到最后我想，晚上我必须要回去了，而且傍晚那时候办到最后我跟他讲，我不行了啊！我终于明白，不动那个手放在那里放这么久了，那种真的很辛苦。到最后嘞，我跟他说你让我走吧，等一下要办到，而且天黑了，我一定要回家了。结果到最后他才让我放开，当我放开的时候，奇怪，我怎么好了啦？他已经19年了哦，然后他病的那几天就是痛的一整天，没有想到手这样收回来，他好了，不痛了他赶快等一下，你要走之前先喝个热茶，那先去煮奶茶，煮一煮才让我走。从那一天开始他好了，他精神那个就是19年的那个病还有那个外力侵入，就说19年。精神失常竟然都恢复正常，一直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还有一个女孩子，她也是一样很漂亮，她也是一样鬼魂缠身。后来到佛堂来，哇，借窍啊！结果一借窍，到最后她已经很久了，那个很漂亮一个女孩子哦，很漂亮，但她也是精神失常很久了，语无伦次。结果那一天来到佛堂借窍。借窍的时候，鬼魂一直哭摔，我怕他被摔死就赶快把他抱着，然后找那种孔武有力的人在旁边帮忙抱到房间去。后来那个鬼魂就讲了他的因缘，讲他怎么害他，怎么样，到最后就是或许跟他说，那请他退，他好好行功立德请他不要再缠他。到最后他就是说，好，一定要给禅师开金口。他说也是代表老师的天命，然后。说愿意原谅他，也愿意原谅这个女孩子，也愿意就是说让他行功立德来回向，这样我才要离开。那时候学想说，只要开个口，那不是很简单吗？就跟他说好，没关系，我原谅你，那请你退，让他好好行功立德。讲完他真的马上退呢，从那天以后好了，一直到现在，那女孩子很漂亮。
所以，然后有一个太太呢，有一个堂主，我们这里佛堂的堂主，他求到，就说7年，他先生啊，后学从认识他的时候，他先生就是神经病，他会自言自语，所以他先生没求到，一直都是在，就是都是在马路上走的，7年了。那后来到今年，阿基达就跟他这个堂主讲说，Radhika sister， 你先生这样子哈，你看，你只有一个女儿，又在澳洲，你只有你跟你先生，可是你先生就是精神失常啊，他先生都是在马路上走，他喃喃自语的这样，你先生这样子，你下半辈子怎么办？所以说，阿基达就跟他讲，你已经求到了啊，你现在修道办道，行功立德了，相信你先生可以沾光，你带你先生去看医生，他会好。结果这个拉蒂卡就一直笑，他说怎么有可能好？他就已经是这样子这么久了，不可能，而且我不能带他，我不敢带他，你知道吗？他会打我，他会打人。阿基达就说好，你不带的话，那我带，为了你的后半辈子。你不可以，你就赌一赌嘛。所以阿基达就说你不带，那我替你带去加德满都看医生。结果他一听到说，哇，你要钱要替我带先生去哦，他不好意思，他就跟这个拉蒂卡就回家跟他的兄弟姐妹商量，说我们用绳子把他绑着，他们用绳子捆住他呢，好几个人抓住他上车哦。然后就这样送到加德满都，然后去看医生，结果没有想到，医生只给了一次药，竟然好了。结果他好了以后再回来佛堂，全家很感谢。他先生看起来好的时候，原来是文质彬彬，那以前是在路上那种像游民一样啊，整个现在变一个人。后来他先生就帮助他，就是在道场下帮助他修办，非常诚心。这个怎么？他上不去。可以。学校虽然历经了很多的应该说坎坎坷坷一时就是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很多哈。那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上天很慈悲，虽然这个修办的路上是很多的困难逆境，但是也是有很多的这些甜美的成果，让我们会愿意再继续再坚持下去。刚开始学校刚开始开学了，然后很多人刚开始对学校不了解，可是有一个校长有一天有一个校长，他把他学校国中部全部收掉了，因为他听很多家长说，很多家长一直去退学，那校长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们全部都要退学？他说我们要转学到有一间学校叫光明国际学校，这个校长很奇怪，那些学校是什么学校？结果家长就跟他讲，你去看看就知道，他们是很好的学校，他们真的把孩子教得很有教养，然后教道德伦理品格，所以那个学校学生就是很有教养。结果这个校长就偷偷的来掺杂在家长里面。后来他进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他看到什么。他回去以后进来就宣布了，我们国中部全部收掉，所有国中的学生全部转到光明学校去。哇！后来他们现在只到小学，因为那个校长他说这个学校真的，他们教出来的学生很懂礼貌，这是上天的慈悲。然后有一个今年有一个叫做参谋总长，因为我们又碰到很多的强盗嘛，其中又一批强盗来在最近，他来的时候呢，我们刚好不知道学校有一个参谋总长的儿子，有一个高中2年级的学生，9年级，2年级对，高中2年级他住宿生。后来他的爸爸来了，他妈妈也来，他说学校如果有碰到任何的困难，请跟我讲。后来问他，那你是在做什么？他才
拿出名片来，原来他是现在目前的参谋总长。他说：“你知道吗？我的孩子本来是要到国外去读书，可是是因为我的亲戚朋友大家都跟我建议说有这么一所学校，说这个学校的孩子很乖，然后很多孩子改变了，所以不需要把孩子送出国，所以他把加德满都的学校退学哦，专程送他来到沙赖的学校。后来苏迪他们去拜访，确定原来他是参谋总长。我说参谋总长到底多大？他们只跟我说很大很大。我说大到可以帮助我们让强盗不要来哈。后来就他出面，一切都 OK 了。所以最后这一批在后学上次要回来的时候，最后那一批强盗是被他收服的。有一次哈，我们学校附近的那个河啊，溃烂了啊，匮乏，那个河就是决堤啊，那个叫什么？决堤、溃堤，那个整个水淹死了很多人。然后，或许那一次听说有谈的2个前嫌哈，昏到哦，他们更刚好要去印度办签证，因为尼泊尔的签证只有5个月嘛，他们到印度出境，就在那边停留一段时间再进来，这样拉长时间。结果他们刚好出境要进来的时候，一到半路已经坐了1天1夜的车结果那个碰到溃堤就进不来，他们的车子又绕到印度别的路，又绕了3天，就这样子。所以后雪听台湾前线在说，他回到加德满都的时候，回到尼泊尔，看到台湾的前线开荒2个吞道，他们说在那个车上，还有在那个印度啊，就是晚上的时间在那边过夜。他们说看到那2位前线坐车这么多天那个样子，才知道什么叫风尘仆仆。好几天几夜都在车上，在路上，没吃没睡没洗澡，所以那个样子。结果一到我们这边那个溃堤不是产生瘟疫吗？上次有提过了，就是后来瘟疫了，造成夏天整个尼泊尔这边有10几万人无家可归。那印度呢？那是恒河，就是印度那条恒河，这边印度那边有600多万人无家可归，整个在这个恒河旁边的居民啊，很多人死掉嘛，结果就产生瘟疫，太热了。结果那场瘟疫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从家乡从外地回来，看到就是赶回来，听到自己家乡有人生病，结果就回来探亲，结果一探亲，今天晚上回来，隔天早上就死了，很多这样一直死掉，而且已经扩散到我们沙赖学校这边来。那天有一个医生秘医，他叫 Powder， 结果这个 Powder 他们每个礼拜6都会来上课。那一天同学问 Powder 你今天怎么迟到了？我们课已经刚上完，你怎么现在才来？结果他一脸疲惫的样子跟我说：“干师，你知道吗？”他说：“干师，我去救灾啊，我去救人，可是束手无策，人一直死掉，那个瘟疫的速度太快了。昨天还好的，今天就死掉。有的一家人，有的人来从远方，就说从首都回来要照顾家人，结果隔天全家要死掉。他说太恐怖了。但是我看到他的样子，我说走，我们就科考。所有现在在佛堂的人一起1000颗手求共场，结果1000颗手喝完，把那个共场给他，我说你这个再加更多的水，把有染病的人全部都喝。结果一回去呢，因为很多人染病，有的死掉了，很多死掉的了，很多还在生病当中。结果一喝了，所有喝上共场的人全部都好了。他马上打电话说，还是这个共场真的很有效，竟然瘟疫停止了。所有村庄的人都喝这些水，一整家全部都好了，天恩师的。很多故事啊。这是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是我们学校的榜首，她的名字叫做阿拉蒂。她从第1年4年级还5年级就进我们学校，现在是7年级。她在这几年当中呢，她现在当伙食团的负责人。他们跟我说，原是你看阿拉蒂这么可爱本来好好的，她一当上负责人以后，2个眼圈都变黑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带伙食团很辛苦，她
他都要以身作则。然后他的导师在第1年就跟我讲，他跟我说：田师你放心。他导师说，你知道吗？这是我们将来的准医生，过目不忘。然后他刚开始成绩好，但是他的还不懂得什么是，还没有学到。等到他学到以后，他整个变了一个人。他爸爸妈妈有一天来学校拿钱要给阿基达，他就说这笔钱给你们，请你给点传师。阿基达说：“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他说：“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想象你们怎么可以把我的孩子教得这么好。我这个孩子啊，他说这个孩子，他说只要一回家就是他说全家，因为他们全家都吃素了。他的他爸爸说我抽烟。”然后我没有吃素，但是我改不掉戒烟戒不了，就是因为他帮我把烟戒掉了。我说阿拉迪你怎么帮爸爸戒烟的？他说没有啊，我今天来到佛堂以后，不是你们都教我吗？早上要起床帮忙整理家事吗？我帮爸爸妈妈就是整理床单，然后会扫地，然后会煮饭，然后呢晚上睡觉前帮爸爸铺床单，早上会帮爸爸妈妈折被单。就这样子而已啊。可是怎么知道大家都说我变了？就是确实是变了。所以他的2个弟弟他2个弟弟也是在我们学校读书，也吃素，都是被他成全。所以他当时才应该11岁的时候他就成全全家吃素了，现在13岁。现在是带领伙食团，不过他13岁，他的伙食团成员都比他还小。这个是曼莎的故事前几天他有来过。我来讲很多故事，我没时间讲讲个德赛节的故事。去年，因为我们学校创办的苏派学校的人才都第1年为了要参加我们为了参加修习菩萨成道的时候送佛回天。他们接到消息以后，就有几个人才回来嘛，3个人才回来。他们那一张机票费付了大概3年还4年才付完，所以他们的薪水他们都没有薪水，因为一张机票费好几万块，就把他们的薪水一直扣到3年还4年才扣完。结果扣完了以后，他们又接到指示了，我们等下事实飞说，现在马来西亚那一边也要开英文班，然后那一边有人才希望过去支援。结果他们才刚把第1张机票几年后才付完，马上又接到另外一个指示，就是要再买1张机票去马来西亚。结果他们那张机票去马来西亚又回来了，就变成没薪水了，又要扣钱。那今年呢？今年又出国2次，今年又去马来西亚，开法会，帮助那个尼泊尔人才开法会，所以又买了机票去。他们的机票费都是先从学校的薪资扣的，所以他们到现在都没有领过薪水。这次又来台湾，所以变成说他们一直都没有领到钱。那或许也不知道他们没有领到钱是怎么生活，一直到去年才知道，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我想一想，去年我想他们这么多年都没有领到钱，都是一直在扣机票费所以去年到德赛节的时候，我就跟这个前面的创办团队的小组这些人讲，我跟人才说今年德赛节的时候，我会给你们一个人就是2万块卢比，台币1万块，说一个人给你们2万块卢比的那个年终奖金。哇，他们一听到以后很感动，我不知道他们哭了。好，我跟他们说，等我回来，我再汇钱过来。所以他们是在等于说，等到回到台湾的时候才汇钱过去。然后回去以后才知道，那个阿奇达就跟我说：“杨师，你知道吗？你这2万块的年终奖金真的救了我们。”我说发生什么事？他说苏迪他有一个心愿，因为他爸爸年纪大了，其实他爸爸跟我们赵志雄赵讲师是同年。可是他们2个人站起来，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儿子，看起来像父子。所以说，苏迪一直有一个心愿，我爸爸年纪大了，他这一生都没有享受过。然后他说他爸爸都没有出过撒赖这个线，所以他心里有一个想法，有一天我要买一台脚踏车当礼物送给爸爸，因为他爸爸
根本都是用走的。所以他一直这个心愿就放很久了，一直到去年他在想何赛姐，他说我机票费前人那张就是来参加前人告别式那一张机票费终于付完了，他说今年也许我会有剩钱可以买一台脚踏车。结果嘞，没想到要出国了，所以又没有了。他没有，他心里想没关系，哎，学校这一边哈、有那个年终奖金一点点。就是当地的学校里面会给年终奖金，他说那一点年终奖金我来存下来，也许可以买一台脚踏车。结果哪里知道，过年到了，德赛节到的时候了，快到的时候，突然人家来家里要债，他爸爸种田那个赔钱，借钱买秧苗，结果那些秧苗都没有长上来，没有生稻米，所以没有收入就欠债了。结果再加上他爸爸因为在外面就是没钱，结果出去外面买东西，商店跟人家赊货，结果赊了几万块卢比。哇，等到德赛节到的时候，人家要来要债了。他哥哥去当兵，以前当兵是很困难的，他哥哥很瘦小，但是因为后来内战死了太多人，所以他哥哥才有机会，很瘦很小，才有机会变成军人。结果他哥哥变军人，他就想说，这些哥哥的薪水就是拿回来家用。结果哥哥这一年的薪水平常拿来家用，结果就想过年的时候德赛节年终奖金，哥哥的年终奖金可以拿来家里过年，哪里知道年终奖金哥哥的年终奖金刚拿回来，结果人家的债主就来了，把那几万块拿走了。结果他们过德赛节过年的时候，他们没钱买米，结果他们全家要抱起来哭。苏迪听到以后，苏迪也回来，结果他妈妈就一直哭说我们没有钱买米啊。结果苏迪跟家里的人全部抱头痛哭。苏迪说：“我本来还想要买一台脚踏车给爸爸，现在看来连这台脚踏车都是不可能嘛。所以呢，现在连买米都没钱了，怎么会有钱买脚踏车？”所以他就安慰妈妈说：“妈妈不要哭，没关系，我们去跟人家借米。”结果他刚好才说要去借米的时候，在哭的时候，刚好就是接到欧雪的电话，说欧雪说给了那个年终奖金，去把拿了2万块来，2万卢比，说这是年终奖金。他们全家看到那2万块，哭出来了。好，一部分就是去还债，一部分就是留下来，就是买米。因为德赛姐还要花钱，结果他说又没有钱买脚踏车了，结果就一直在等今年的德赛姐要买脚踏车，结果今年的德赛姐因为要来这里又没钱了，所以又在等那可是呢，因为他爸爸也因为苏里那一个孝心被感动，这个超过了我们一起念一次，这个是地藏王古佛的词训人生在蒙尘，恰似盆中虫，终日行绕绕，不离其盆中，所求皆不得，烦恼既无穷。岁月如流水，须臾作老。有道是：昨夜星辰昨夜风，今日天下已不同。故而修办之事，得因知时、察时、观时、事时，又不失时。古德云：“蚊虫运势正非终日，不能越郎府。若依附奉为，霎时可变有四方。故机不可错，机不可失。其迹奔驰，瞬时千里可至。若遭羁绊，则今年不能移寸步。故志不可成，义不可丧，怨不可哭。当笑天下一完人，文武才情忠义胆，且怀节操配古今。英雄面目圣贤心。俺老衲自信能弥历朝幽冥鬼魂之冤，故锲而不舍；自信能回人曹白养修士之愿，故锲而不舍；自信能动天朝地。弃天诸神之诚，故锲而不舍。
走过昨日浪漫缤纷的路，知晓从中取得领悟，烙印在修办生命中的铭心刻骨，懂得歇下喊出，护山潮汐，愿海漫漫，豪情气，穿越业降束缚，唯愿是福，唯愿是路，走天涯溪，启动自信，郁乎苍苍，转环自如，始至松柏长青。飞行吧，人间天使，白羊修士，怀一颗与苍生共存亡的决心，继往圣前开辟，抱一份与天道共普渡的毅力，始至终是死如归来吧。诸位贤士，辍这一口集诸佛愿力的甘露，期许自己永不绝望，永不灰心，永不怕累，永不怕苦。好，最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这个麦亚弟弟，他不识字，他先生因为到国外工作失踪9年，因为求了道以后，他先生回来了。然后在先生工作在马来西亚工作这些年9年当中，因为没有给他任何的资助，所以他以为先生死掉了。但是他一个人把孩子让他长大，他这些孩子，他因为求道以后，他先生出现了，寄钱回来，然后回家还原。然后也因为他修道办道，他的孩子，他有5个孩子，全部都吃素，全家都清口，然后很诚心。他不识字哦，一个人度了2000多人，都是用走的。有一次后学我去的时候，后学去的时候，那时候我住1个半月，那1个半月他一个人度了600个人，用走的。他先生在马来西亚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一些人，后来先生回来了，才知道他先生在那里跟一些马来西亚的同事发生了一些问题误会，所以这些同事呢，跟他同公司的人哦，因为先生在马来西亚嘛，所以他在尼泊尔，他们村庄的人哦，100多个人哦，把他围起来，把他绑在那个竹竿上面，要用火烧。他那里很粗鲁，然后要用火烧，可是呢，他的孩子全部都躲在那泥土屋里面嘛。基达知道了以后，就赶快派人去把他的孩子从窗户哦，从窗户泥土屋的窗户把一个一个救出来，然后把他送进来佛堂，就住进来佛堂，然后悄悄的要把5个孩子送到加德满都，保护他们的安全。这5个孩子后来到最后呢，你看他受尽了，他经常被绑。经常被抓，又被关，没事关一关又出来他又回来佛堂，又去渡人，就这样这几年，到最后阿基达就不得不跑一趟马来西亚去查清真相，才终于明白他们的误会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终于把他先生跟那群马来西亚同事的误解化开了，然后再回来，所以他们全家很感恩到场。然后他的5个孩子呢，第1个女儿就是我们学校第1年高中生有7位吗？7位高中毕业生，有7位全部都考上医学院，但是只有2位读医科外科，其他都转系，因为后来才知道其他的人都没有钱可以读书。那这麦亚弟弟的女儿就是这2位当中的其中那1位，她在学校是榜首，她到加德满都的分区去参加大学联考还是榜首。就是他的女儿，所以他女儿现在是读医学院外科，是用学校的奖学金读书的。那他另外1个儿子，因为他刚刚或许有提到，他有5个儿子都非常优秀，都清口，所以他们的误会已经跟那个村民的误解已经化解了，所以他很全心的修办道。他的另外1个儿子现在高中也是在我们学校读7年级9年级，叫阿米。他这个孩子也是一样，阿拉迪是全校的第1名，他是全校第2名，他们2个都是在经常就是竞争榜首，都是很优秀的，所以修道办道改变了他们全家的命运啊。那在
尼泊尔这个地方几个前面的人哈，他们前面的讲师全部都至少度1000人以上。有一次张圣安张典师来要提拔，就2008年，张典师代表前人要去提拔人才的时候，那一次没有要提拔讲师，只是提拔办事人员。那张典师刚好到中心，我们真前老的光有机会接待我们张典师，张典师就住在我们正和佛堂。结果张典师刚好就坐下来跟我们聊天的时候，突然典师就问：“哎，你们度几个人？度几个人？”结果一问苏鼎说，那时候他问你度几个人，苏鼎算一算，800多个。张典师吓一跳，那他呢就看阿金达，苏鼎就是阿金达说：“我忘记我度几个人呢。”苏鼎说：“我帮他算。”结果他算一算说，报告典师，他应该度了4000多人。典师说：“你们都度那么多人，好，全部提拔讲师。这一次赶快发布消息，各坛顺便提拔讲师。”他说：“一个人度4000多人，到现在这么诚心，已经在讲道了，已经都在开班，在法会讲课了，怎么不提拔嘞？所以要这样子把他提拔上来。所以一切天恩师德，虽然路途上有很多的这些逆境跟考验，但是老师说的，逆境才是修道的好环境啊。我们说在国外开荒啊，尼泊尔是离天堂最近的国家，但是一个修道办道的好案，那是一个修道的好环境。因为环境不好，所以才让我们有机会去磨。那也很欢迎大家有机会的话，也有机会的话到尼泊尔，能够去那边把我们无私的爱也分享给大家。那在这里，今天就后续学习讲到这里，讲的不圆满的地方，叩求仙佛慈悲赦罪，请原师慈悲多多补充。各位浅显多多包涵，谢谢大家。哦，强者。